靠刀学台语，甲手诶动作相关诶课漏字。第32集156条。学写甘蔗嘛爱学会晓水甘蔗啊。这个水的意思是番茄甘蔗啦啊，水甘蔗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2水，买水的水；第2字水，第3字水，第4字水，古水的水。157条。水果爱下皮，水果要削皮啊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靠，就是你吃到很脆的东西的声音叫做靠。第2字读做下，第3字读做口，口草的口。第4字读做白啊，白柑仔的白。158条。加去剁的通好吃，就是把鸡拿去剁一剁可以吃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剁，折剁的剁；第2读做剁；第3字读做剁啊，剁破的剁；第4字读做剁啊，就是鸟仔咧食物件的剁啊，剁物件、剁米啊哈。159条。一甲西瓜切个大细片，咱把西瓜切的大小不均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破，第2读做切，第3字读做分还是分，第4字读做下。160条。园游会各地的学生要举办破甘蔗比赛啊，就是他们要举办那个劈甘蔗比赛啊。这破甘蔗比赛是足久大家捌看过啊。咱小解说者，就是讲啊，比赛的人徛咧一个圆头仔顶头然后将甘蔗一手划咧，直直划咧，然后怎甲放开，用这甘蔗刀就甲扑落看谁扑落了来看扑落上底迄支来甲逐个相比，看是谁迄支上底比诶上长诶人就是冠军，安尼叫做破甘蔗啊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下，第2字读做破，第3字读做食，第4字读做搬厝诶搬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